根据统计，台北市的民众坐公车去互车门夹到受伤的事件，4年来是增加超过1.5倍。台北市公务处回应讲，去年开始有补助装主动式车门监测安全的系统，按算明年有一半的公车都拢会安这个防护的装置，到2030年就会全部拢安好势。 民众出门坐公车，袂少人伫上落车的时阵，拢会加紧步伐。尤其是对于塞红眼车的妈妈来讲，爱赶紧落车，心内难免会紧张。像我昨天我说要下车啊，又没听到，直接就关起来，我就又重新叫很大声，就差点被夹到。我还好，就是没有推出去那边啊。公车司机有时候不知道在赶什么，我会稍微看一下，就是确定他没有很急着关我才会上车这样。 根据数据显示，去年台北市区公车大工载运量平均达到109万人次。不过最近这几年，民众去公车车门夹伤的情形煞逐年增加，为110年有204件，111年有254件，去年甲旧年拢超过300件以上，短短4年来增加超过1.5倍。台北市公运处回应，考虑设备甲侦测范围有限，为去年开始就新增加补助装设主动式车门监测安全系统，目前已经补助276台公车，拢总436个车门。 补助的方式是设备的49%的经费，预计在115年装设率会达到50%，希望在119年全部都能够完成装设。有民代建议台北市政府应该优先补助车流甲人流较侪的公车路线，加装监测安全系统。 台北市公运处表示，预定119年就会全部完成装设主动式车门监测安全系统，也要求业者爱强化驾驶的训练，减少人为操作性避免搁发生公车车门夹伤人的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